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南部的大水河落袂滴，这届雨水量是莫拉克风台以来上大的，山区有铁林2300多人，嘛是有史以来上济。昨早乌鹰直升机有出动2架，甲物资送入去，甲民众接出来送去病院。山区失电，路嘛断去，农民即马是烦恼讲，已经修成的轨迹无法度送到山骹。脚受伤的居民坐伫轮椅等直升机再度山看医生。你看那个弹夹的标了，就是现在到水里面了。直升机连续2天伫山区飞，第一天直升机顶悬的红外线一显像机记录明白气球断去了后情形。山区真侪农田道路拢去引起，台电人员也甲时间咧拼，车白暗时8点进前，就将山区的电力全部开放。高兴，然后我们就可以连到网络登录出来。啊，毋过煞个烦恼交通问题，即马都是金峰山野采收期，却因为桥断去无法度落山，互农民烦恼。采收好的山野送袂出去，高坑内底水果也可能拍下去。人家已经定好了宅配，我要宅配的，人家已经给钱了。啊，现在没有路了，出不去了。市府统计，即摆雨势是高雄伫莫拉克风灾了后，拄着上大的落雨，有高达94条土石流暂时溪流红色警戒。山区撤离人数也是历年来上济，撤离2337人。市府目前全力抢通。毋过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公路局规划成以细河床便道、限制关港便桥方式前抢通，安装至少要16到20天。记者综合报道。连续雨来造成严重的农业损失。根据农委会到昨下晡5点的统计，咱的农业损失即摆是超过3亿3千万。其中算长甲上艰苦的县市是高雄市，若算长甲上食力的作物是木瓜。政府已经宣布要启动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中华以南7个县市全区域全品项每公顷会当补助6万块。系啊，这个海鱼啊，暖鱼啊。是月龙浸甲暖气，产来作物拢因为大雨伤着，新鲜果果种的作物烧火花期渐甘。那个雨水还是一直下，下到我们现在我们的温室里面，因为它本身在干就比较慢，这样会越慢，我们的复耕会越来越慢，也会比较久啊。到最高下到，全台湾农业损失3亿3484万，其中高雄5897万，占18%上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农委会主席陈吉仲分别去各地关心农损的情形。总统表示，中华以南的西部7县市全区域全品项拢适用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受灾农地1公顷补助6万，而且认定放领速度加紧，手续尽量简单。就彰化以来都是全区域全品项，那至于其他的地方，我们就看特殊的品项跟特殊的区域来做决定。受损上严重的作物是木瓜，面积有726公顷，损失金额超过8500万。果然是土豆、菱眼、火龙果加菜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因为这边的灾情真严重，农民去公所申请的时阵，公所唔免阁派人去现场看深受20%的损失，只要确定申报的作物的品项甲面积，就会赶紧发现金。另外，农民因为受灾害申请低利贷款，利息会当减免到明年的4月。利息减免之后，明年有收成，那我们再用低利来还这样的一个本金。蔬菜供应量减少，菜也起价。中华科学的果菜批发市场，过年1公斤60起到130，菜瓜40起到60，苦瓜40并8到80。农委会讲，农业损失的金额也搁伫咧增加，会继续关心，并且和农民各项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伫今仔日半暝有发生2届地震，第一届是1点35公斤，规模3.4，地震的中央伫东部的海域，上大震度是伫宜兰有3级。那第2届是今日透早5点50分，规模4.3，地震的中央伫台东县，上大震度是台东甲花莲有2级。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中南部嘛有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大台北地区是过头了后有西北雨。咱来看云图。
今日咱受西南风影响，今日早起中南部不时会有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过昼了后，南部就会出日头啊。今仔日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有西北雨，尤其伫大台北地区雨会较大阵，爱细致雷公雨、强阵风、上大雨会落解淹水。伫温度的方面，今日无落雨的时较翕热，北台湾的高温有34度，中南部高温大约是30度至31度。那未来一礼拜拢是这款天气。昨是旧历7月初2，拄着大流，加上南部上大雨，台南外海所在，亲像是北门、将军、七股、嘉义甲客家这所在，落大雨着淹水，加在即马水已经在消退。台南初九透早一阵大雨，造成沿海即区咧淹水。台南将军区的广山里当地民众透早5点外就发现社区已经积水，积水上深30公分，就连附近农田规个拢淹去。目前抽水机全部拢开，雨甲仔已经慢慢消退。8点左右，阮遮的水位量，差不多伫个200公里，所以讲伫测高先势不及的情形下，来造成这个路面淹水。因为落大雨影响，包括着滨海的北门、将军、七股区，雨落甲真惊人。滨海的北门、将军、七股区，初九的累积雨量包办全台湾前3名。因为大雨海水打流，水消透袂赴，各地较低所在水淹甲较头有悬，袂少人厝内淹水。北门3粒湾的庙，因为当地普渡，也予大水来搅过。到家了，今仔日会知影吗？会知啊，还准啊，迎到家，因为你在做生意嘛。早上无引起，拄啊好拄着退潮，迄阵啊涨潮了，明白？雨甲仔的雨有较少，这淹水的所在才渐渐消退。水利局统计，全市差不多34个抽水站，拢总抽水量是270万吨。同时也提醒，西南风也阁持续影响，较会有大雷雨，请沿海地区的民众爱注意海水倒灌还是淹水的情况产生。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日啊，南部落大雨，加在昨昏雨有较点，淹过伫高雄的六股也是有真侪灾情。水崩山土石是冲入真家厝，甲车路塌掉咧。另外，六股的和平路水是淹4天啊，拢无消退。即马是国军有出动去斗3天去斗卡手。上新的消息是，高雄的桃园区因为桥断去，即马无法度出入，影响出入，所以今仔日有部分的所在继续停班停课。全部都被后面山崩，规条路拢是山顶冲落来土石，民体也受灾。有迄天的雨是就足大啦，里长就叫平安车来载人，处理人平安。是，到7号、8号就较严重。这是六股县平山庄附近，初一开始所有土石拢被冲落来，好加在市府提早撤离当地居民，无人受伤。蔡楼继续为山顶冲落来，还有土石也冲入面体，民众无奈家园害了，路也未通。对面的北庄区也是同款凄惨。上面土石流啊，树很大，土石流比较容易啊。4-5天了吧，都撤离啊，都去安住所去了。施工人员一直希望赶紧清出通道，国军也投入173个兵力配合机具，全力为民众开复家园。啊，不过住伫6股和平路民众讲，这几天不管安怎扫，水亲像永远扫袂了，因为和平路已经连续4天拢积水。水停搁淹搁退，互居民真无奈。市府水利局统计，为7月31到8月初7，山区雨量惊人。桃园、六股这2区分别排名第1、第2名，拢超过2000毫米。居民只希望较紧好天，有时间修复家园。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小组昨昏发表报告，表示地球暖化速度比科学家之前观测到的也更较紧。全世界平均的温度有可能伫10年内会升高1度半，超过巴黎协定约束好的限制。专家是表示，地球暖化、气候反常会造成极端天气增加，海质灾难将发生，亲像是伤热，就会造成烤花甲火烧山。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南部连续落大雨，全台湾有9成水库水量强要定。昨昏北中南有11个水库在下水，
一支水库的水位嘛有8成甜，啊若落大雨、造大水的241搭，淹水的所在，昨昏的水嘛差不多拢咧消退啊。来看《中国时报》。依然有一个印尼的看护，因为知影伊伫故乡的翁婿要搁娶，赶紧想要转去印尼，啊，毋过亲像不满头家无爱互伊请假，跩举刀啊，甲头家开脚伤。81岁姓吴的老阿嬷也毋过那受伤，加在无性命危险，即马预防送法办，嘛互法院收押，真正是无法度转去啊。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阁有4个大病入境案例。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自级的警戒要延长到8月23。顶寡社区大学、乐龄中心，抑阁有游泳池，拢会使开放啊。但毋过8大行业要继续停业。国内新冠疫情有较转好，最到新增加8个病例，包括4个本土、4个带病入境。其中本土病例分布，台北市2例，新北市甲高雄市是1例。另外嘛，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序号2这一位40多岁的女性，她本身是有这个多重慢性疾病。那在医院当中，因为有其他的确诊者之后被列为接触者，在这个6月2号的时候进行无症状的采检，那后来也确诊那后续是因为她有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的症状，导致肺炎跟呼吸衰竭。8月8号的时候还是过世序号3的这一位，他本身是有癌症的关系所以有其他的原因出院，所以这些大概都后续的死因都是跟新冠肺炎相关。指挥中心宣布，国内依期2级防疫警戒到8月23，相关的管制措施包括便利商店、卖茶米、两甲乌链等等爱硬的物件，若有工作人员来服务，就会当卖。另外，若有符合主管机关的防疫规范，就会当开放社区大学、乐龄学习中心、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甲收水池等等。毋过，亲像歌厅、舞厅、酒店、KTV、电动间等等的8大行业，抑阁有读册中心，也是要暂时休困。另外，国内为拜31开始，会甲第5批的人注疫苗。毋过，目前国内 AZ 甲莫德纳疫苗的库存量是真悬，而且即马也有397万人登记，干那要注莫德纳。因若第1档注莫德纳的民众，嘛烦恼讲恐惊会注无第2档。整个的疫苗施打的策略上面，我们当然是希望涵盖率能够越高越好。然后第二个，我们当然希望在第1剂跟第2之间的选择，我们要选择第1剂，让它更多。因为大家知道打了1剂就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力最近有部分的民众做过头1档莫德纳，也无10礼拜，都收到简讯通知要预约做第2档莫德纳的时间。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讲，因为分类信号器差不多有1500人分类有订单。第6类它有2种，一种是基础最以上，一种是孕妇就是他们区分只是这个 A 跟 B 而已所以有可能有在这边有勾错了。那另外也有可能是这个医院他在归类的时候把这个1到3类的类别错误归类另外，有不少民众望讲，在注过疫苗了后，会当放入境的检疫措施。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目前在外国也是有真侪注过1档或者是注过2档疫苗了后，也是染病案例。这显示咱在面对变种病毒株的时阵，也是要真谨慎，而且要持续维持严格的管制和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游泳池从今仔日开始会使开放，但毋过袂使洗温书，嘛无开放电烘箱、SPA、水疗的设施，这是引起业界不满，希望政府会当放宽规定。游泳池已经关3月日啊，休热嘛拢经过一半，配合防疫，业界的损失是真惨重。业界表示，来游泳的人客有8成拢是来做 SPA 水疗设施的，开放游泳池无开放 SPA， 安尼影响人客来意愿。加上游泳池的水有加氯、有盐素，若是收水收煞无法度洗温书，会真解叫，对皮肤毛毛，所以业者是希望政府会当重新思考放宽规定。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790例。中国的病例有93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已经超过100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印度是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612万例，伫法国超过637万例。来关心法国甲意大利拢已经开始咧实施健康通行证，也毋过传出有人伫网络用100块欧元去买假通行证。那美国因为大学伫要开学啊，即马有超过400间大学已经要求学生一定爱做好预防针，才通转去上课。法国为初九开始，去咖啡厅、餐厅内底占惊，或者是坐巴士、火车跨区旅行，加政治购物中心，拢爱提出健康通行证，目的就是要刺激更侪人去做疫苗。Et du coup, ça prend 3 secondes. Voilà, juste pour valider une personne. Donc c'est pas en soi un gros problème, sachant qu'en plus les gens qui sont pas vaccinés ne viendront certainement pas au restaurant. 真侪人认为，这个政策已经侵害人权。顶个周末伫法国街路出现抗议，不过即马却传出无愿意做疫苗的人，伤空伤芳，毋是借用别人的通行证，就是直接去乌市买假健康通行证。警方发现有人利用修图技术制作假通行证，为做疫苗的种类、日期甲购资全部用刻字化修改，伫社群平台卖1份100欧元。若是伫国内用通过国家鉴定系统用辨识 QR code 真假，不过确实是国际旅行恐吓无法度防范。The university is requiring all students to be vaccinated. 美国大学特别开学，目前有超过400间大学要求学生伫重回校园上课进前完成做疫苗，若无就要每礼拜做体检。And if they aren't vaccinated by the time they get here, NYU is providing vaccinations for those students. 根据 CNN 报道指出，有学生无愿意做疫苗，上网络买假疫苗注射卡，学校回应加做政府印章篡改医疗记录，已经触犯联邦法，恐吓面临罚款甲相关5年加金。若被查到，学生会面临退学的处分。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昨昏举行就任周年的记者会。强调伊的当选是合法的，伊无出奥步。也毋过，毋管伊安怎辩解，拢无较全。欧美国家共款讲要甲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伫咧第6任期周年记者会，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的问题真无欢喜。Вы зачем ее застрелили? Это же женщина. Понимаете, вы привыкли к тому, что вы гегемоны в мире. Поэтому ника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не было. 记者问当时的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时阵，伊讲甲无清无楚。俄罗斯伫咧2004年并吞克里米亚，受国际谴责。卢卡申科去年伫咧国内总统的时阵，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媒体报道讲，普丁虽然希望加强对白俄罗斯的控制，又搁担心白俄罗斯的政治会影响到国内。Признает Крым и начнет поставлять туда продукцию, за мной дело не заржавеет. 卢卡申科强调，伊是一个负责的领导人，毋是独裁者。伊的选举是公平透明，讲是反对派想要政变才会逮捕示威者。记者问讲，伫咧奥运期间，白俄罗斯的地方选手齐马诺斯卡亚伫东京得到波兰的庇护，佮拍卖奖牌要帮助同胞。卢卡申科口示讲，齐马诺斯卡亚伫咧学校的成绩是第36名，也无啥物好讲的，而且甲伊调回国是国际奥会建议。因若异议人士史教夫伫咧乌克兰基辅吊刀死亡，卢卡申科强调，人毋是议题，若是有证据，上好是提出来。也毋过伊处理内政是处理到国外去。今年5月，伊下令出动战机，必须爱尔兰的瑞温航空降落伫咧明斯克，只干为了要逮捕异议人士。伫记者会了，美国、加拿大甲英国虽重申讲制裁手段袂放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咱拢知影印度的空气污染是真热力、真严重。为着要改善这款状况，新德里即马拍算伫市区要起40座称营业的高塔，袂说是超大型的空气清气机。也毋过，这款做法即马互批评地表无治本，而且佫无彩电。新德里正伫咧起的这个杜麦塔有25公尺悬，内面有装大型的电风，作用就敢若是厝内空气清净机，会当互市区范围1公里内的空气拢变较好。
印度安省伫咧较闹热的所在设40座这种杜麦塔，希望8月15进行完工，互当地空气品质变较好。不过专家讲，若是无解决汽机车废气、工业污染加烧猪仔等问题，那呢效果有限。It will reduce pollution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smoke tower, but that cleaning effect would not go beyond few meters from the smoke tower. And if you are trying to clean the air in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in such a big city as Delhi, the total required number of the smoke towers, which have to run continuously 24/7, 365 days a year, would be huge. And when you are running so many smoke towers, they definitely requires a good amount of electricity. 新德里的居民也讲，这种做法治标无治本，承办单位也出来解说。The objective was not to clean the entire Delhi air. The objective was to create special zones where people can breathe there. So it is a kind of generation of clean air breathing zones. 有关当局也承认，这是一项实验性的工程，若是效果好，就会扩大办理。新德里目前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空气污染的问题若是无法度有效改善，若是危害当地2000万居民的健康，也会让气候变迁的问题更加恶化。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有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联合国上新的报告，自本每50年才会出现一届的极端高温，即马是因为全球暖化，可能每10冬就会出现一届，而且大水河甲可汗拢会接出现。来关心日本的疫情是真严重，到昨昏已经连续1礼拜高1日，新的确定病例拢超过1万例。另外，美国的国防部是宣布讲，130万的阿兵哥拢爱注意放射。来关心2020东京奥运是史上头一届延期举办的奥运会。日本的首相菅义伟昨昏是表示，日本已经尽到办好奥运的责任，伊嘛真感谢日本人的配合。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43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838例，台北市有4829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嘉南314例，彰化是273例，伫台中有207例。昨昏有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790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43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湘北地区的疫情。昨昏有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那台北市开放餐厅会使现食了后，嘛出现头一个确定病例。另外，湘北的游泳池会使开放游泳游水啊，不过袂使身躯，敢若会使七搭换衫尔。那新北市嘛已经开放高中以下幼儿的学校活动会当举办，不过人数限制1/3。若准有人确诊，全校拢爱停课。台北市初九新增加2例本土个案，疫情转好。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7月到即马有8例去美国注疫苗，转来台湾煞确诊的案例。跑去美国打疫苗，那结果回到台湾，你知道确诊8例，所以表示说，目前台湾已经比较安全了哈。所以如果真的是为了打疫苗这一阵子不用特别再跑去美国了。台北市确诊个案15888，开放餐厅店内食了后，头一例确诊，感染源也不明。市政府补充公布，初2要去全联商品店，已经确认6个人，初9停业1天。它的足迹比较多，那最重要是它的 CT 值只有13，所以要提醒相关的民众来做注意。台北市初3开放一档店来食，到初8为止，拢总去查1353间餐厅，要求105间爱限期改善。游泳池初10开放，虽然无开放护老间甲吹风机，不过会当挂喙暗换衫。新北市是宣布8月初10开始到23开放高中以下校内学生囡仔暑期实体活动，人数降到平常时的1/3，需要固定座位成员，读半工课，只要有1个人确诊，全校拢爱停课。学校的整个团体的体育训练，我们已经从明天开始开放，不过是有条件式的开放。至于我们暑假的课舞课、舞蹈课，我们是从明天开始开放。
查到新北市新增加一个本土个案出现伫永和，靠伫接触的4个人，感染源也搁咧查。比较台北市已经开放大型的叶红仔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还搁咧评估，都要听候中央的指引先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即马针对75岁以上适龄的级数是第7级或第8级的时段，会当提供免出门就通伫厝内注意防晒服务。有需要的家庭会当伫8月16进前去申请。医护人员坐伫家属边仔确认身份。台北市针对适龄等级第7级、第8级的75岁以上时段，提供到厝注疫苗的服务，会使透过长照专线甲里长登记注册。为6月中到7月31，已经服务542人。台北市卫生局提醒，8月16是到厝注疫苗的上尾申请期限。医师们出门之前又会再去确认所有家属的需求，然后针对这些需要出门的家属，然后先安排好路线，甚至他们可能是同时间就会有2队的医师一起出去，配合民众的时间以及疫苗施打的时间。如果这个个案就在诊所附近，那我们就使用当天的剩余的这个疫苗，在医师下诊的时间，那可能1个2个就去家里面去帮忙接种。另外，台北市按算9月底开始替高中以下教职人员注第2档疫苗，不过即马台湾疫苗无够额，中央政策甲市府的计划3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讲，希望中央就思考学生的安全。我们当然希望在第1剂跟第2之间的选择，我们要选择第1剂，让它更多。因为大家知道打了1剂就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力。在9月27号。到10月7号之间，一样的大概10天的时间，我们应该要来帮小学、国中、高中老师来做疫苗的接种。所以我想就是要请中央能够把接种第2剂的需求能够纳入规划，那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台北市政府表示，虽讲昨有1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来台湾，不过也是无够。最近无大量的疫苗入来，对解封的进度有一定的影响。这嘛是台北市伫咧评估要家己编预算买疫苗的原因。记者郭北坤、陈派文台北报道。疫情有较稳定，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上紧伫8月中有机会会当重新启动，嘛会当去别流佚佗兼注意风社。即马已经有真侪旅行社咧看广告咧做广告，不过观光局是提醒讲，袂使推销注意风社，违规会罚款。四季如春，人讲是南太平洋绿色的翡翠帛琉。今年5月份，因为国内爆出本土疫情，台湾帛琉的互通旅游全咧冻点。不过，即马疫情有较缓和，可能会伫8月底重新启动。为着要抢生意，袂少旅行社已经推出几套的行程，开放予大家注文。不过，所有旅行社的业者煞伫行程内底写讲，民众会当依家己的需求决定敢是要伫帛琉注疫苗，公司袂介入任何医疗行为。甚至还有业者直接写讲，帛琉旅游气泡重新启动，注莫德纳疫苗唔免等等的广告，这个拍广告的方式，恐惊拢已经违法。观光局请旅行业仍应以安排观光旅游为招揽目的，行程广告中出现施打疫苗，观光局将请旅行业者调整修正。若等来台湾了后的检疫规定，指挥官陈时中讲，就是比较头一批等开放台湾帛琉旅游气泡的相关规定，也就是5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佮加上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本土的一个案例。那在这一次我们是回来是没有检疫了不过自主健康管理是需要的。陈时中表示，目前已经甲交通部讨论，等来国内了后，风险较悬的所在是伫机场，要安怎伫入境的时阵，甲国际旅客做完整的分流，会是防疫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前5月份，咱的3级警戒有关以来，婚林县内的长青食堂就无搁煮食，不过即马疫情转好，已经降到2级，加上县内的时段嘛有注意风社，西地的长青食堂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了后，已经正式开放。大大人排队等买领便当，才是婚林县的下晡里的长青食堂。进前受到疫情的影响，是停办2个多月。大家总算因为改做2级警戒，才开始停办。一透早都有真侪职工来到3工。等下要来发便当。今麦咧？今麦所在叫大咖啡。因为婚林县内长辈注射比率是有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各食堂的工作人员只要超过6成有注有风社，就通申请恢复运作。
这个食堂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了后，就开始继续供餐。咱迄个长青食堂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已经2个月已经无用餐啊，开始复办。吼，即摆爱有注疫苗，才会使来提安尼。就是爱写，吼，爱写实名制的安尼啦。虽然即马刚做日急，不过大家也是爱做好防疫相关措施，莫阁互疫情压起来。也仰望伫大家拍拼之下，紧渡过即摆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柳营有一个少年家是正高做果子酱，是做果子酱的高人。去年去参加英国的世界柑仔类果子酱的比赛，摕到银牌。那今年去比搁较厉害，用台南在地食材做果子酱，摕到3个银牌、3个铜牌、6地奖牌，嘛互世界会当食到咱台湾的好滋味。来自台南柳营的青年林伟芬，今年参加世界柑仔类果子酱的比赛，用酒和台南在地柑仔、蜜等等的农产品相夹，做出5种无同口味的果子酱。伫30个国家3500个作品当中，摕到3个银牌甲3个铜牌的好成绩。夏饮的美人干、兰花的蜂蜜、威士忌啊、红酒、白酒，然后下去做搭配。有一款是用红龙果加美人干，然后它就变成红色的橘子果酱。这样的混搭是外国比较没有的。林伟芬大学毕业了后，到农场做线工，发现水果若是卖袂出去，真拍算。伊想起细汉的时阵，阿嬷用门口口的酸菜做的酸酸果子酱，互伊真少年，决定要甲记忆找倒转。伊用在地水果研发各种的果子酱，佮创立家己的品牌田玉轩。然后用了很多台南的食材，然后我想说可以把台南这块土地的味道，把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资深研发果子酱8档，拄开始练个顶也是大挑战。林伟芬走访全台各地头的农场，希望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延长在地水果的价值，嘛甲故乡土地的滋味分享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细的海口故事屋，即马当地展出一个用柳仔做主题的展览，是大细囡仔林国基设计师的创作，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柳仔是咱衫裤重要的零件，毋过你敢知影，干若是柳仔本身也通正做是艺术创作。即马伫云林大细海口故事屋，就当咧展出一个柳仔的展览。这5花10色的作品，都是伫大溪出世的服装设计师林国基伊的作品。邀请咱在地囡仔服装设计师林国基老师的画作，因为一般像真正咧展览就是拢展伊的衫啊，是伊的收藏。啊，这边较特别是伊用伊的甲伊的服装有关系的户名，或者纽扣画展啊。林国基细汉的时阵生活苦，经过真侪困境，才对学手改导做服装设计师，也才有机会互众人看到伊的创作。伊伫大溪故事屋的作品呈现的方式是800款，有直接用柳仔做主题的画，也有规只拢是用柳仔做的艺术品。这届是较特别，因为老师听到这个爱心活动，伊就无条件把伊的图捐一张，要互大家义卖安尼，义卖所得全部拢要捐互迄个家福中心。这个柳仔展览是对7月21展到9月16，有兴趣的民众就要把握好时机，来一座大溪海口故事屋欣赏林国基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即马疫情警戒刚到2级，餐厅大大开放，员工嘛随时会登去上班。劳动部伫昨昏公布上新无薪假的统计，目前无薪假休无薪假的人数已经降到55000人，有减1000多人。毋过伫旅行社的部分人数有加较低。台北市东湖这间火锅店，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古不离种都爱甲大地美食商场的搭维修起来，专心经营社区的人客。毋过，若人为坐，加加敢若会当坐1/3的人客，加上2级警戒延长，业者讲7/8父亲节的期间，人客也是无甲2成。可能我觉得部分民众都还在观望的阶段，我们有客人内用，可是实在是也不多啦。虽然起草是歹甲，毋过也是要想办法生存落去。大型的商场、甲连锁餐饮集团，少年煞伫最近开放会当伫咧店面食饭。也若员工上班的情形嘛有较稳定。根据统计，顶礼拜减班休困的公司有4388间，也若劳工是56687个人。一礼拜减班休困的公司虽然增加到4447间，毋过整体的人数是降到55332个人，减少1000多人。是从5月份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人数头一届有变较少。
遐若观光业是无啥乐观。即礼拜减班休困的旅行社，一困头增加到936间，人数是5690个人。主要的原因是交通部的纾困专案7月底就已经结束，差不多增加3成的业者，该向劳动部通报休无薪假，申请薪水补贴的方案。那因为交通部现在目前还在举债嘛，那劳动部可能他的钱还比较多。旅行业者讲，至少有1成至2成的员工改道去做外送饭菜的工课，或者是转去做电商平台，因为咱国内外的旅行团伫短期内还阁看无复苏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大水雨对嘉义县的农业造成严重的损伤甲伤害，真侪菜色拢烂去浸水，农业损失的金额已经要2000万。农民是望讲会当量早领到补助金。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伫昨昏有专工去农业灾区了解状况，嘛答应讲这要简化补助的流程。三台抽水机到达搁咧抽田内底的水。嘉义县六卡乡种西瓜的农民讲，因为大雨的关系，原本会当采收的西瓜，即马拢烂去啊。这礼拜中间会收成一啦。拄啊雨来啊。拄啊雨来啦，袂当收成咯啦，拢烂咯啦。除了六卡的西瓜，中部山区的木瓜嘛，因为雨水的关系，全拢生菇烂去。是迄落雨落到即马吼，拢水箱拢袂堪去啦，嘿，所以一个龟仔拢烂了安尼嘿。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甲嘉义县政府去到嘉义县六卡、太保、中部甲直辖勘查损失。主委表示，不管是环保也是瓜果类的作物，拢会用上紧、上简单的方式协助农民摕到补助。看会当补助袂啊？补助即马补助要看到要我知啊来知无去啊嘛。农民去乡镇区公所申报。乡镇公所的同仁不需要再到现场去看有没有20% 的损失，那只要确定农民申报的作物，比如说使用玉米跟它的面积，确认这个数字之后，我们的现金就会尽快的发放。县政府表示，希望这届简化补助申请的流程，让农民赶紧摕到补助，减少因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大水雨，互菜色拢浸水，叶仔菜类的价销嘛有起，即卖1公斤已经要50块。主管农会已经表示讲，已经有3天拢无通收菜色啊，赶紧甲进前冻起来、冰起来的菜色摕出来稳定价销。大雨总算是变小雨，高雄主管菜市专区遮真侪田的水还未退了，油菜、小白菜拢互雨水拍甲烂去啊，剩番薯仔菜甲硬菜。会当挂的农民已经挂起来，毋过品质真歹，采收一车的硬菜拢互人摕转来。啊，阮昨见到落水个呢，啊，安尼阁无效你看。啊，昨毋是搁咧落雨，这菜是安怎来啊？阮昨去水底雨的是咧，田底水底雨起来啊。这的硬菜紧紧的勉强会当出货，其他的菜色拢烂去啊。主管专区种30架的菜色，即摆损失严重，农会赶紧甲进前冷藏的高丽菜甲别项菜摕出来抵押。已经差不多3天农民无进货啊，无进货的原因就是雨伤大，雨伤大，你若水无摕，伊规个农田内底是拢泥泞，规个拢落花麦，所以嘛无好采收，食甲根茎类，根茎类伊毕竟较无受损，价钱嘛较平稳。即摆大水雨，高雄农损2-3千万，面积560公顷，主要是菜色甲瓜仔类水果。目前菜色价销已经起价，大麦1公斤要50块，冷藏的菜色唔知影阁会当冻偌久。主管农会按算，上紧爱1个月，产量甲价销才有可能平稳。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镜头嘛伫台啦。伫嘛伫高雄有一对翁仔某伫推广台语文，爱画图的太太是香港人，嫁来台湾了后，又画出一只古锥的台语鸟，用鸟仔翁仔图来小解台语字。叫食臭豆腐啊，香港嘛有啊，毋过无共的。伊叫 April， 对香港嫁来台湾才5天，就伫这间店展出伊的插图。不管是盐酥鸡、蚵仔煎、红豆饼，也是挂包，遮的台湾点心插图，拢有一只古锥的猫仔甲罗马字，这就是伊创作的一只会晓讲台语的猫仔。大家那看图那越看卖啊的。可能的知影哦，原来台语
安尼写所以用图甲伊去宣传台语。其实 April 是教幼教的老师，画红仔图是伊的兴趣。会开始学台语，是因为过来高雄红婿厝内拢讲台语，而且因红婿下米专门咧推广台语文，伊嘛想要学习台湾的文化甲历史。开始的时阵就学字，就无感觉罗马字还是白话字足困难，因为因亲像英文。即马读甲写台文对 April 来讲无困难，毋过伊想袂到伫高雄住4-5天，学讲台语煞真困难。台湾即马无全台语的环境，所以就较困难被接触伫台语，生活内底就是无所以就是爱读册还是去找书店April 甲夏米做伙用台语鸟的公批、牌仔、T 恤，阁有绘本，四界推广台语文。一个香港人咧学台语，颠倒互真侪人有兴趣，做伙来学台语文。记者陈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南美洲的阿根廷一片内海，熊熊变做叫仔色的各红叽叽，因为这个色水伤怪奇，一看就知影是工业污染。当地民众是烦恼附近的生态嘛受损害。对空拍画面看到阿根廷中部特雷利乌市这两个内海水拢变做叫红色，湖边的食物让这个那村大鸡看起来真惊人。环保人士讲，这是因为附近的工业区甲因加工处理鱼虾的污水排泄所造成的。Que ha tenido esos colores en otras oportunidades, no es la primera vez, pero bueno, lo de ahora realmente es muy llamativo, un rosa intenso. 了解污水处理的生物学家讲，业者为了要让鱼虾伫咧出口的时阵较新鲜，会用抗菌的化学物质所产生的污水，照理讲应该爱送去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才排出。不过最近运送污水的作业，被当地居民反对，当局竟然准业者直接排出。Eutrofizando y complejizando y matando cualquier tipo de vida que pueda haber en las lagunas o los cuerpos receptores. 当地环保单位竟然讲，污水色改变的现象，过几工了就会改善，不过是互人质疑。不过环保人士认为，业者无愿意付出更较侪成本，甲污水载去较远的污水处理厂，或者是伫咧附近起新的处理厂，才会造成这种破坏环境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中南部雨会较减，雨水会较减。过昼了后就出日头啊！也毋过大台北地区过昼了后是爱洗二西北风，但雷公强阵风。今日北部伫无落雨的时会较恶热，高温会到34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咱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